繼續來關心日本這回大地震，咱專家郭凱文伊是表示講，這規模7.1的大地震，差不多就是22粒原子炸彈的威力啊，甚至是有可能會引起火山爆發的。所以建議最近要去到日本九州中部的民眾先慢車過去。也若台灣是敢會受到這個地震的影響呢？目前這地震測報中心是強調講，這太平洋海嘯中心並無甲台灣列作是受到威脅的範圍。日本九州熊本縣日白發生7.1規模真大的地震，地震深度敢若10公里，有一寡沿海地區發布海中警報。了後，馬上連續傳出真濟地震尾。前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的主任郭凱文就表示，規模7.1的地震差不多甲22粒原子彈爆在力同款，煞尾可能會引起亞速火山爆發。建議講，最近要去日本九州中部佚佗的民眾先慢車較安全。主要是以熊本為主的那2條斷層哦，就是那個步田川跟日奈久。那這2條斷層匯集了以後，就是共同一起指向那個阿蘇山。那它大概成了一個倒 Y 字形。阿蘇火山哈，那個也有那個噴發的這種可能性哈。也那學者就指出，這擺熊本地震和南海海澤地震，佇咧地理甲板塊構造頂頭是有關聯的，兩個攏受到菲律賓海板塊西北邊溫物積壓的影響。啊，毋過屬於無共款的地震破裂系統。特別注意的所在是佇咧南海海澤的100年大地震時間已經到，刷來最近這幾天附近的地區可能有較大規模的地震。1940幾年到現在已經80年了，其實它已經很接近它的週期了，所以他們認為南海潮發生規模8以上地震的幾率大概有80%就是了。也若台灣敢會受到影響，學者就強調，雖望南海海澤溫物帶延伸到台灣東部花蓮沿海，啊毋過距離真遠，而且規模7.1地震釋放的能量不足，所以預估台灣板塊運動可能未影響到。也若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嘛指出，太平洋海中中心目前無甲台灣列入威脅範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